正道题目是神塑造生命大器，请陈牧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的上帝，阮是你的囝儿，何等的欢喜甲荣耀！亲像大卫伫伊的祈祷讲：我举目看你的手所做，你的天、你的地，日过星辰。我心中就用敬畏的心问我家己讲：人算做甚物？你竟然将阳光尊贵赏赐伊做生命的免流。世上的上帝，阮是你所创造卑微的器躯，但是你竟然将一个荣耀的身份，就是做你的囝儿甲查某囝，赐阮伫你的圣殿，我用感谢、用感恩伫你的面前，安尼请你讲：阿爸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当阮敬拜你的时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，将阮的生命恭敬放伫你的面前，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甲阮祝福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你贵重的器躯，互每一个阮的囡仔，因将来嘛成做上帝你所重用的器躯。主，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因为信，阮的生命就充满价值。阮伫你的面前，用这种较薄的心，静静来领受。求主你通过今仔日圣经话命的话，以及圣神来祝福阮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咱今仔所读的两段的圣经，拢甲咱生命的价值有关系。伫今仔日的以赛亚书，伊讲，这是上帝亲嘴所讲的话。伊讲，伫上帝手中，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活命，拢要成做贵重的王宝、水的王宝。所以，弟姊妹，咱通伫上帝的面前，用今仔日礼拜圣经为你家己的将来祈祷。你若期待你的生命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生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礼拜了后，将这个圣经给背起来，也常常面对上帝时，你安尼祈祷讲：主，我将我的生命恭敬交伫你的手中。我虽然是一个卑微的器躯，但是你创造我。主啊，你是造废的师傅，我是土角。上帝是窑匠，咱是泥巴。上帝用伊的活气，照伊家己的形象来创造咱的生命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为着咱的生命祈祷是有祝福的，相信吗？为着咱的生命祈祷是受祝福的。为咱的囡仔发手祈祷是受祝福的，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通为教会祈祷；第二，通为咱的家庭祈祷；第三，为咱家己祈祷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虽然是平凡，就亲像大卫讲：我是一个各样的囡仔。那换做咱台湾话讲，我是一个草地囡仔，何德何能？我看天顶的日过星辰。我问我家己讲，我是什么人？今仔日的经文就是诗篇第8篇，大卫对心内看到日过星辰的事，伊知伫背后有一个上帝，就是伊的祖先甲伊教示讲，这个日过星辰的顶面，搁在顶面，就是创造的上帝。所以大卫讲，我是何德何能？你将阳光尊贵赏赐予我。今仔日的提摩太，这句经文，伊来讲起人若离开私欲，脱离卑贱的事，人若放落遐的血气，甲伫这个世间无正直的、无实在的遐引诱，人就要成做上帝贵重的器躯。今仔日师会安鲁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阮实在未了解。伫咱伫台湾的这社会新闻中间，阮一直在想讲，开这的代志一直发生。当然，这个背后有人小贪，
无健康的欲望。但是嘛，有人是伫因的生活中间不得已，因为伊已经拄到迄个生命的瓶颈，比如讲经济捧袂过去啊，因为因的生命已经无够啊，所以因的生命就铤而走险，就去选择迄种的，摕伊的价金破去互人斗，啊，然后来换某一种的利益。其实人拢知影，这是毋好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咱。今仔圣经讲，人若脱离卑贱的事来追求，才有讲到将真要紧人生的选择，脱离甲追求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听圣经话命的话，就因为咱相信圣经话命的话内底是充满智慧，是吗？咱相信这个圣经的话，不但是劝善，这个圣经话命的话，就是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通过这个圣经的话，人就要进入真正选择亲近上帝荣耀甲尊贵。愿圣神帮赞伊的牧者，伊的工人，也愿圣神帮赞伫咱在座做伙恭受、领受、恭敬来听上帝话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愿上帝将这种的荣耀的画面，以及一种的觉醒，我虽然人生短短，但是我的人生一定要做有价值的代志。这是今仔日伫感动的中间，甲兄弟姊妹做伙伫上帝的面前，安尼来祈祷。因为有一日伫感动的中间，上帝互我这两字：大气。大气是咧形容一个人真有才情、真有才华，啊，伊的气质、伊的风度、伊的能力。大气嘛咧形容一个人伊的心胸。伊的度量，所听的姊妹，咱的生命、心思、意念，咱的灵魂，就是这个宝贝的器库。人的心若水，伊所讲的话就水；人的心若垃圾，伊所求的事嘛是畏水、垃圾、无正直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是上帝的囝子，阿们嘛。咱是圣洁的上帝的囝子，咱是主耶稣基督用伊完全无保留伊的宝血，一滴一滴，甲咱洗清净。所以，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用安尼来做祈祷，讲：主啊，我的生命就是一个器库，因为圣经记载讲，伫好野人的厝内底有满满无共款的器库，有迄个肥所烧的器库，嘛有迄个茶所用的。雕刻的器库，嘛有金银所做的器库。伊的意思就是伫上帝天国的所在，有种种无共款价值的人。有的人伊的人生是凊彩，有的人的人生是遐尼敬畏上帝，是真做有价值的人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原本就是一个足粗俗的人。主啊，但是若有你的荣耀伫我的内面，这个粗俗的人就要完全改变。或者你相信人，上帝会当改变咱嘛？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我嘛要请兄弟姊妹为着你家己，只有一摆的人生。上帝是公平的，逐个人人生拢一摆，对少年到年老，人拢有少年，但是人拢会面对年老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期待你的人生，那你目睭要开进前，你会当带着迄种的满足，甲自我的肯定讲：我不虚此行。我的人生，我感觉虽然甲这个世间真侪人袂比拼，但是我有满足的喜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，互上帝的圣神叫醒。互上帝的圣神唤醒灵魂精英，要追求有价值的人生的基督徒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圣神所赏赐咱的感动的祈祷，就是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主，你互我真侪贵重的器库。兄弟姊妹，人真正的价值，毋是因为你身躯机体的健康尔。人真正的价值是在于伊有贵气、
有尊贵的心思意念，甲伊的心性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来用这个大气、贵重的器具来勉励咱家己。对咱的内心讲，我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大汉的囡仔，但是因为阮的家族，因为我信耶稣，我的生命要充满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甲这个所在讲哈利路亚。愿主的荣耀就加做咱的荣耀，也愿主的尊贵加做咱的尊贵。愿咱加做上帝的器具。这个大器有两项，大器的意思就足大、足大、足大，脚桶有细脚桶、大脚桶，人的心性嘛安尼。所以圣经讲，你用什么牛给人，上帝就用什么牛给你。你来用这个小器来面对上帝，你对上帝所领受的将来娱乐，就是小器的娱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的心性。所以古早人嘛，甲咱讲有量有啥啊？恁拢知嘛？这道理唔免讲，咱拢知嘛。但是多数的人拢做迄种鸡肠鸟仔肚，因为咱拢对咱家己较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的慷慨，咱的满足，互咱自然而然，甲人分享的时阵，毋是出入勉强，因为咱知影。咱有迄个什么活水永流，就是上帝所想事用未了的，迄个长阔关深的听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咱的人生若是富足的，那安尼咱就袂计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有开阔，所以耶稣基督讲：恁着求上帝的国。恁会记这句话吗？上帝的国是大也细。上帝国度是大也细，无限量的开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将咱的心门拍开。无限量的上帝，求你我，互我做永活的活命。无限量的上帝，求你互我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开阔。上帝国临到，上帝国的开阔伫我的生命中间。过去的器具伫今仔日提摩太这段的经文中间，这个贵重的器具这个字，伊叫做体美。体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真做尊贵、阳光、有价值的。有价值的手指细细粒就足贵，无路用的石头较大嘛是较轻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人的生命毋是用大细轻重来量，人的生命是用圣洁、荣耀甲尊贵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了解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上帝早伫伊创造的时，就将伊阳光的形象放伫咱的生命中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讨。伫我的生命中间，要有气质、才华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一个过去的器具是对内面出来，毋是对外面入来；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是对内面出来，毋是外面甲咱贴标签，毋是，是上帝所创造的时，就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互咱的。第二，就是咱的气量跟胆识。兄弟姊妹，你若要恰用囡仔，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这个囡仔将来要有将才。恁听有将才这个意思？毋是要做奴才，是要做将才。将才的意思就是伊的勇气、伊的信心、伊的气魄、伊的气质。兄弟姊妹，若有上帝的圣心伫咱的内底，毋免教，你相信吗？若有圣心伫咱的内面，咱自然而然就上帝伊的本性。所以彼得讲，恁就要有份伫上帝的神的性情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赏赐咱，这是咱古早人甲咱讲的话咧，学了有才情的人，伊讲气宇轩扬，才德兼备，玉树临风。哇，这种足水的成语啊！这话所讲是什么？一个器具是何等轩昂的意思，就是讲真悬呐。这个人徛起来，互人感觉哦，
伊是一个虽然只有150公分，但是伊一个小巨人。人真正伊会互人对人的恶恼，毋是因为外在，是因为伊内在精神，伊一徛起来就互人感觉是玉树临风。我嘛毋知玉树临风是啥，但赵志明解说，叶啊所雕的迄个，哇！伊徛咧袂讲话，嘛呢风度翩翩啊！兄弟姊妹，原来伫上帝的面前，毋是安尼尔。今日圣经所甲咱讲的，就是上帝一切的良善、美妙、荣耀、尊贵，就要临到伫咱的中间。所以今仔日个圣经，我要甲咱分享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互我活出美好。几礼拜前，我甲恁分享一个祈祷。就是生命可以更精彩，恁敢不敢要记得？伫迄个礼拜中间所写的经文是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可以更美。希伯来书伫迄个所在讲到，足祭拜，更较水，更较好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会通更较精彩。若有主耶稣，咱的生命会通无共款。咱的教会第一伫信仰的造就。咱拢期待每一个基督徒，伫今仔日的弯曲背曲的世代，会当真正将耶稣基督迄种的荣耀活伫咱的生命中做记号。咱的教会咧推动向日葵学园这个工作，这毋是一个一般的社会福利事工那点。20年来，咱的教会推动这个事工，就是真仰望来引传迷路的囡仔。价值观念偏差的囡仔，因为确实伫这20年中间，咱有看到一寡囡仔，因袂晓分好歹，因为生命的中间无人开因的目睭，嘛欠缺伊的士大人，会当带伊行义的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首先甲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因为今仔日以赛亚书第62章有记载3节，牧师只有截取3节。这3节的中间，特别是第2节，伊讲到啥？这是耶和华亲嘴所讲的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如果恁若伫灵修中间有听到这种的字眼，恁一定爱背起来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所讲的话。也是讲，恁若看到新约中间讲耶稣讲，既然是耶稣讲，甲上帝所讲，特别这个作者以赛亚亲自佮讲两个重点两字，足重的话讲亲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的话伫今仔日放伫咱的心内，诚做咱的鼓励。伊讲，锡安耶路撒冷要诚做上帝手中荣耀的王帽，华冠冠冕。所以伫这个时阵，上帝讲，伊的圣殿锡安耶路撒冷要诚做伊手中荣耀的器具。咱通用这句话来思想得等教会。伊虽然伫台湾中间是4-5千间的教会中间的小小的一间，台湾敢欠缺大间教会嘛？大概都市恁拢念会出来，迄个大教会，几千人的大教会。但是小小的得等教会，算做什么？今仔日上帝伊讲，上帝亲自讲，伊伫我的手中要诚做荣耀的冕旒。兄弟姊妹，牧师毋是干那要甲咱学老，甲咱鼓励咱做伙来起造一间，互上帝名得到荣耀的教会，毋是安尼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恁看手伫恁的生命，你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有听见啊。对我少年到今仔日，我一直拢无够个信心。我感觉我的人生无可能做有价值的代志，毋对。兄弟姊妹，毋通安尼看家己，因为保罗甲提摩太讲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。你会记句话无？这句话毋是咧甲囡仔讲啦，这句话是甲每一个基督徒讲，不要看轻自己，
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。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讲，不要看轻你自己。所听的你姊妹唔通看轻咱家己，因为上帝无了不要紧。两牧师写伫什么所在？写伫心内啦。圣经无讲了不要紧这字，但是上帝所做的囝子，圣经讲伊照伊家己的形象会记无？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，所以你姊妹对今仔日开始，爱看重上帝，互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有伊特别的安排甲计划。所以第一，我要邀请你姊妹祈祷讲，将你的生命的杯捧起来。但是你若捧着圣餐的杯的时阵，唔通青光甲啉落。当然，咱最大的享受就是享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的杯，无唔对。但是你姊妹，当你捧着迄个杯时，你嘛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生命的杯，就是这个器皿、这个器具，我捧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甲我换手。主啊，求你设立我的生命这个杯，伫你的路用，我的生命要成做你的路用。也这好唔好？伫今仔日的圣餐，咱就永永远远逐摆咱来守圣餐的时，咱捧起来是咱家己的杯，但是咱领受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杯，所以咱就甲耶稣基督真做合一。主就要互咱真做器具，伊所荣耀的器具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你的奖金，就是你的慷慨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开阔咱的生命，互咱有量有福，互咱真侪慷慨，对上帝慷慨，对人慷慨。咱的心胸是一个无限的宽，互咱知影，无任何事会通满足我，独独主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满足。这个世间无论偌大，总是无法度满足我。但是独独只有上帝，伊的天国要成做我的归宿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活出美好的意思，就是所有一切美妙是对内面出来。咱的外在虽然未改变，人的身高、人的五官、人的皮肤的色、人的头毛的形，咱出世就定了。外貌虽然未改变，但是内面的人会通改变。所以你姊妹，人真正的水，不是因为咱穿什么衫；人真正的水，不是因为咱挂什么种的破链；人真正的水，不是因为咱适度定什么种的发型。人真正的水是对内面充满自信的水，充满温柔的水，充满迄个良善的水，充满迄个满足仰望目睭的发光的水。求天父上帝将真正水的画面赏赐予咱，就是当一个人伊的内面已经得到，就是心胸、眼界、甲上帝的气质。一个人内面所带这个人，然后上帝国的跨度长跨远深，然后耶稣基督主摇花伊讲我的道路远过恁的道路，迄种的眼界，佮有上帝的正直、良善甲圣洁。所以你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为着咱的生命的杯祈祷的时，就是咱要脱离逼真的事。今仔圣经讲，人若离开见效的事、逼真的事，人就要成做贵重的器具，合上帝的路用。所以你姊妹，咱若期待咱的生命会通无共款，兄弟姊妹也愿恁成做恁的囡仔的祝福，带恁的囡仔过无共款的人生。你相信你会当影响你的囡仔吗？阿们。你若感觉讲你的开达无够格，不要紧。你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的管道无够，但是我的肩胛头，互我的囡仔坐。我的囡仔坐伫我的肩胛头，求主开因的眼界，伊会当看更较水、更较重要的代志。所以你姊妹，上帝祝福咱。所以第一个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，互我成做你下用的器具。上帝眼中所看，下用的器具，毋是金银，
毋是一定安尼。所以恁捌看过迄种诶，就是迄个啥物所罗门王宝藏迄种探险诶批叫圣杯有无？有一出电影咧讲起耶稣诶圣杯，咧讲起因去找着迄个宝藏诶时候，一大堆杯啊！逐个咧要讲遮尔侪杯啊内底到底第一块是当时诶啥物？耶稣主持圣餐留落迄块杯啊！有人金诶，有银诶，所以恁知迄个电影就是电影。但是电影背后有伊的意思伫咧，伊咧讲起耶稣的杯啊，无可能是带旋酒、红宝酒的杯啊，因为当时的耶稣是家己伫海边、伫湖边，是一个平民的家庭生活的人，所以的杯啊，必然是一个真普通平凡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平凡的活命伫上帝的手中，就活出无平凡的活命。咱是平凡的人，但是若有上帝要用咱就有无平凡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甲咱相甲伫地，你对家己有期待吗？愿今仔即礼拜了后，逐个人拢有期待，好毋好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无论咱的年纪到怎样，咱拢永远有期待。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我的一生每一活的每一日，要活的每一日，我拢要充满愿望。主求你帮助我的人生，主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知影我要得到什么种的人生。所听的姊妹，求就互咱。耶稣讲，求就互咱。咱愿意得到什么种的人生？圣经安怎讲呢？今仔日保罗甲伊的学生，甲伊的今日属灵的囡仔讲：你若脱离卑贱的事，毋通追求少年人迄种的情欲。伫咧所讲，伊讲，独着用圣洁的心来祈祷。用圣洁的心来祈祷的时，你就要明白什么是上帝看做好价值的事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明白，你我咱拢伫上帝手中，拢是伊的器具。但是将来有一日伫上帝的面前，要受设立，互上帝捧起来讲，我这个囝儿，伊虽然伫世间的时阵是真卑微，但是伫世间的中间。因为听的缘故，因为信心的缘故，因为圣洁的坚持的缘故，伊是我的荣耀。所以听你们愿咱有一日，伫咱的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通享受咱的天父上帝，甲咱揽咧。伊讲：我宝贝的囝儿，你是我的荣耀。我宝贝的囝儿，你是我的荣耀。今仔圣经讲，咱伫上帝手中。要成做伊的阳光，敢会堪得？袂堪得。但是会记得保罗讲，毋通看轻家己。所听的姊妹，这毋是骄傲，但是毋是自卑。咱无骄傲，但是咱嘛无自卑感。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深深知影，咱的活命是上帝所安排，有伊的价值，咱的活命是上帝所安排，有伊的价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圣经讲，伫大好的人家，伫好业人的厝，伫好业人的厝，其实这是咧比拼伫上帝天父上帝的厝。咱的天父上帝有满满一切伊的车用，伊的器具。兄弟姊妹，这段话咧，甲咱唤起。咱要成做心中的器具，这是一个觉醒。有一本册对我有真深的吸引。这本册的名叫做《Choose to be Great Instead of Big》。这本册是咧讲起伫美国有一个企业界，咧讲起企业价值的反省的一本册。伊讲伫美国有真侪的公司，亲像亚马逊亲像 Google 亲像 Facebook， 有真侪遮。跨国的公司大概会惊死人。马斯克，伊的公司就连美国总统都会惊。兄弟姊妹，但是这本册伊咧讲起，真正有价值的企业，无一定是这种的公司。这本册互我有一个真深的反省。
伊就讲起真侪有特色的人，真侪有特色的教会，真侪有特色的企业，较重要赢过会趁钱的企业。伊就讲起 instead of 嗰種代替好业大庞大集團帝國。所聽的姊妹伫上帝的目睭所看，是真正是這種的價值。伫上帝的目睭所看的，毋是用金錢、價錢來衡量，上帝所看的是用價值來衡量。所以價錢跟價值不能畫上等號。要再注意，價錢跟價值不能畫上等號。有時候好像有相類似的對等的關係，但是價錢跟價值在上帝眼光是無同款的。價值是永遠的哦，但是價錢哦會起會落啊。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將聖神幫助咱真侪這種的智慧。來用今仔日的聖經以賽亞第62章，以賽亞62章伊發出的祈禱。以賽亞是上帝羅卜傳上帝的話，但是以賽亞嘛親像大衛是一個真敖祈禱的人。今仔日佇金句佇咱的經文無這句話，但是因咱這個題目講起上帝起句的時，這句話真會當幫助咱。以賽亞64章第8節，以賽亞的祈禱講：天父上帝耶和華，你是我的爸，你是我的天父，我是土角，你是燒肥的師傅窯匠，我就是你手中的工作。這個工作和本的翻譯較無夠嘅精準啊！這個字伊講，我是你手中的作品啦。這個工作其實 work， 其實就是會當翻譯做作品。就親像真敖燒肥啊！迄個地鍋的師傅許宗漢，因為伊有藝術的手藝，有藝術的眼光，所以會當將真平凡、真粗俗的這個土角，就該塑做真水的藝術品。賣土角甲賣藝術品，當然價值是無同款。恁同意嗎？阿們啊！咱的生命佇上帝手中，所以以賽亞也記得講。阿爸天父，原是你所做的器具。兄弟姊妹，咱將咱的生命擺佇主的手中，咱甲主講：主啊，我的生命有氣格；主啊，我的生命佇人生中我有功着；主啊，這個我有脾氣；主啊，這個皮有氣格；主啊，人生無完全；主啊，求你憐憫幫助我。主耶穌講：來，互我就好。主耶穌講：我用我的寶血甲你洗清氣，我用我的寶血甲你修補。對當開始，人就真侪新的畫面、新的創造。兄弟姊妹，你經過新的生活嗎？你願意安尼發手祈禱講：主耶穌，你為我死伫十字架頂懸。對今仔日開始，我一生的每一日，攏為你來活。兄弟，你願意安尼祈禱嗎？兄弟，你若願意，上帝祝福你。你若願意一生每一日為主來活，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祝福安尼祈禱的每一個人，上帝的豐盛充滿在你的生命中間，互你每一日無欠缺。主幫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將咱的生命擱一擺捧起來。等一個咱捧生產的杯時，你若啉了後，莫急要甲伊放佇你的椅仔頭前。你甲你的杯有關摕咧，當你啉了後，你甲主講：主，這是我的生命，空空的生命。主，這個杯代表我。主耶穌，每一擺我守聖餐的時，我紀念你。我將我這個空空的生命，擱一擺，用你來高舉。所聽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你。伫今仔日的禮拜，到咱一生的結束，互咱手捧救恩的杯，通試看恩典的滋味。上帝互咱真侪享受上帝天國福音的人。主祝福咱的禮拜，互咱認捌家己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，無你看輕家己。
人会看见人，是因为可能这个人早就已经看见家己。一个尊重家己的人，人会看见伊无同款的气质、风度。愿主甲咱三家弟弟，今仔日这是上帝所讲的话。伊讲这是上帝亲嘴讲的话。来，你若伫我的手中，咱甲主讲，主我无祈祷，主我无要求，我有渴望，主我只有独独，若伫你的手中，安尼就够了。因为你的决定比我的决定更较水，我毋免甲你求讲，互我成做什么种的人，但是我知你听我毋免祈祷，你嘛为我备办，你相信吗？所以你认为咱的上帝就是安尼的上帝，所以无你看见咱家己，耶和华亲嘴讲，你要做我的冕旒，我要将你戴伫我的头壳顶。人看到这顶帽啊，就看到国王。我的身份和这顶帽的荣耀，这个荣耀的帽啊嘛，要加做我的记号。我的囝儿基督徒，伊伫我的教会内底，人看到因就看到上帝的荣耀。上帝的荣耀嘛，甲每一个上帝的囝儿、教会的基督徒三个弟弟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荣耀的画面放伫咱的生命。提摩太听到保罗对伊讲，无你看见家己，爱做信徒的模范。信徒的模范意思就是做生命的典范。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人看到伊的时，就知影这个人正直。人看到这个人，就知影讲这个人是信实，这个人就是良善，这个人充满上帝的美妙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所以第一个祈祷活出美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纯粹双手甲吐吐，主毋是对外面，是对内面。主我的改变毋是对外面来，毋是穿的衫，是内面的精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领受圣神，然后圣神踮伫咱的内面。圣经讲，人若就必，请恁会记这因跟果。人若清起家己脱离逼真的事，就要因。人若有正直的心、清气的心、正直的心，伊就是一个贵重的器具，就要成做上帝重用的器具。所以，听姊妹，因为咱敬畏上帝，所以上帝荣耀就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所以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，日日新，日日新，年年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每一日拢更新。每一年拢更新，因为上帝的心要亲自充满伫咱的中间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4节，伊讲就要得到上帝的圣情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咱祈祷讲：主啊，我的心无搁再空虚，我的心无搁再扰乱，我的心要充满你的圣心。上帝的圣经若充满伫咱的内底，咱就充满能力。或者甲这2节的圣经背起来，上帝将一切有关着活命甲敬虔这2项事，上帝将活命就是生命的哲学，将这个智慧甲敬虔的事，佮有极宝贝的能力来赏赐予咱，予咱成做上帝的地上伊的代表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。第2项，我要甲兄弟姊妹所分享的，就是开阔的心。咱做上帝国度的囝子，咱要有开阔的心，就是长阔宽深。圣经内底所记载长阔宽深，是记载着耶稣基督迄种无限量的疼。所以咱伫做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互我的生命是一个慷慨。主互我的生命是一个不断的充满，不断，我的生命用不了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放伫咱的内底。
咱的杯啊，若偌大，咱所会当承受的就偌大。但是上帝讲，我所予你的杯啊，无分大小。我所有的予你的杯啊，只有一字，叫做完全。或者，上帝予咱的杯啊，无分大小。上帝予咱的杯啊，是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完全已经超越迄个大小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既然你已经赏赐我一个完全的生命，那安尼，这个生命应该充满什么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欢手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毋免讨，主我毋免讨，你的确要将上好的。所以耶稣讲：恁伫厝里做父母，恁敢无将上好予恁的囡仔吗？英雄老师敢有？你三个宝贝查某囝，若开喙无迄就无的啦。当然伊袂甲你开迄个讲，我要来爱一栋啥。伊嘛真有因家己的心愿，但是咱做父母拢是安尼。耶稣讲：恁的天顶的爸，敢无超过遮的嘛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的天父上帝伫咱的家庭做主，好无？愿天父上帝，伊予咱的家庭真多义的家庭。我真爱即句的圣经，义人的心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无够个时间解说，但是你欢手伫你的心内是，你爱甲上帝祷讲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即个所在是清气的。义人的心就是有正直的灵，清气的心。义人的心伫圣经中间真重要，因为义人的心有智慧，伊知影心是好，所以伊求有好处、有利益、有价值的。义人的心也要做，也要行动进前，伊会静静想。义人是有智慧，伊会静静想，我应该做什么？我无应该做什么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会记得伫圣经的帮助，咱会记得顶礼拜伫宗教改革主日的时，牧师用主的祈祷文第一句，邀请咱学习这个祈祷讲，咱就安尼祈祷讲：愿伫天日的爸，愿你的国临到。耶稣讲：就成就天父上帝的国，甲伊的义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咱捧起这个杯的时，咱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你的国临到伫我的生命。意思就是上帝做主，上帝伫我的人生中间掌权，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做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当我欢手伫我的心的时阵，这个内面的灵就改变，内面的心思意念，内面的情绪，内面的欲望，内面的心思意念，内面的情绪，内面的欲望。或者我搁讲一摆，这个所在人的心有三项事，一项就是人的情绪，一项就是人的欲望，一项就是人的心思意念。而人的心保守伊的心，所以情绪是好的情绪，伊的欲望是清气的欲望，伊的心思意念是尊贵的意念。愿天父上帝祝福，既然欢手安尼祈祷兄弟，天父上帝将心胸眼界甲上帝的本性赏赐予咱，互咱拿来拿亲像主耶稣。直到有一日，你的亲朋好友安尼甲你学了讲：你足亲像耶稣的。哈利路亚！我搁讲一摆，愿你的亲人朋友安尼甲你学了讲：某某人，我感觉你足亲像耶稣。哈利路亚！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在座每一个人，拢互咱身边的人安尼甲咱学了，是真心的，因为伊看到咱，就亲像伊看到听讲的耶稣的故事内底耶稣。咱虽然未看见，但是若有耶稣的灵点伫咱的内底，哪有什么袂？咱虽然未看见，但是若耶稣将伊的心胸眼界甲上帝本性，所以最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用雅比斯的祈祷做你的祈祷。主啊，
互我无做一个无度量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开阔我的生命。雅比斯最大的祈祷就是：主啊，搁较济，搁较济，主啊，搁较济充满伫我的生命，互我所领受，互我所担着。上帝你稳定的滋味，主啊，求你开阔我的思想，开阔我的心胸，开阔我的眼界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爱咱，带咱的囡仔去看伊所创造无限量的水，水会带予人智慧。看过水的人，真捌水的人，伊就袂爱看迄个歹物。这句话真奇妙哦！咱若看到上帝荣耀了后，咱看到无水的世界，咱毋是讨厌，咱会毋甘，咱会期待伊更较水。兄弟姊妹，咱还手祈祷讲：主啊，这是你所使用的器具，主求你画手伫我的顶面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耶和华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烧灰的师傅，阮是你手中涂工的器具。主求你甲阮做，照你的形象，照你的旨意，愿阮成做你的器具，愿心甘情愿，愿欢喜跳跳，愿阮的生命伫你的手中得到改变。愿咱的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